我张家愿意出500万，500万也配买江神医的药渣？呸！我赵家愿意出1000万。500万，在长生面前什么也不是。那是我先抢到的药渣，居然是战神左使罗渊。虽然只是江神医的药渣，但战神命悬一线，时间不多了。走。救人要紧，唐家改日一定亲自登门拜访江神医。唐家主，江神医的药渣抢来了！快，喂给调解！竟然有用！唐家主，悬赏天下名医为唐小姐续命的榜单被人接了。谁？接榜的人和罗战神带回的药渣是同一人。快把神医请回来！还是一点用也没有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是一颗像样的丹药都没炼出来。老妈，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如果这五龙怀阳丹还是废料的话，我就去找一份工作，顺便攒了这么久的钱，终于能买到一颗钻戒，也是时候该向娇娇求婚了。娇娇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，你谁啊？干嘛搂着我女朋友？有妈生没妈养，那可是赵少，也是你被质问的。伯母，娇娇是我女朋友，你怎么能……行了，江慈，我懒得跟你废话，这次来就是通知你，咱俩分手。我已经有了新男友，赵少。分手？你在惊讶什么？娇娇，我们从小青梅竹马，这些年我这么努力研究医术，都是为了娶你。你看，我买了戒指，本来打算今天求婚。这种成色的戒指也好意思拿出来？你也真是穷得够精致。你这是神经病吧？我辛辛苦苦攒了2万块才买的这个戒指，才坏了你赔吗？辛辛苦苦攒了2万块，也对，就你那些个老鼠药、蟑螂药什么的，能凑出2万块，也算是天赋异禀。少拿你的小手碰赵少！娇娇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，他凭什么？江慈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医神评定大会的邀请函，如果没有赵少的关系，指望你做梦。这辈子就只能在天桥底下卖点老鼠药。为什么？权势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可以抵得上这么久的感情？权势当然重要。你知道这张邀请函是谁给的？唐家。我赵家背后站的可是那位大夏战神唐如霜。进入医神评定大会，我能让娇娇一步登天，让霍氏跻身大夏顶级世家。而你能为娇娇做什么？在我后面给我推屁股吗？赵少，一个要车没车、要房没房的废物，天天窝在你老妈留给你的祖宅，不是研究医术就是炼药，能有什么出息？这是我最新炼制的五龙还阳丹，不仅能百毒辟疫，还能起死回生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生机浓郁，没错了，跟我进去。江慈，你炼药给脑子炼傻了吧？还起死回生？我看你先去治治脑子吧。五龙还阳丹，笑死我了。江慈，你知不知道赵少的父亲
就是唐家的御用医师，你拿个破丹药来糊弄我们，简直就是班门弄斧。不相信，我的医术都是我妈教的，我妈当年是救活了霍老爷子，还把命都给搭上了。你那个短命鬼的老妈呀，是救活了我们老爷子，可谁知道她是不是瞎猫碰着死耗子，还说什么医术超绝，在世圣手。我呸！他倒是把自己的短命治好啊！我不允许你们这么说我妈。要是没有我妈，哪有今天的霍氏制药？我霍氏制药传承100年，靠的是3代人的努力，可不是某些村医。要不是看在你妈当年救了我爷爷一命，老娘早就一脚把你踹了。现在我即将进入医神评定大会，你我早已经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，认清现实吧。唐家的人，他们怎么来了？那是前后出了2位大夏战神，如今女帝座上宾的唐家。没错，一定是冲着赵少来的。这位可是战神左使罗渊，在大夏，他就是驻唐家的代言人。唐家战神左使罗渊拜见江神医。江神医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江神医，唐家主已恭候多时，只要能医治好唐小姐，您就是我唐家的救命恩人。不是，这都什么跟什么？事不宜迟，我们到了再解释。等会儿，我的丹药。你们干嘛？你们。这怎么可能？传闻大夏战神唐如霜身受重伤，悬赏天下名医，刚好我就顺手帮他接了个宝。赵少，你为什么要帮他呀？帮他？你以为他能治得好吗？这小子不过是我给我爹找的替死鬼。赵少，你好坏，我好喜欢。姜慈啊姜慈，得罪唐家，你今天必死无疑。家主，战神他五脉尽碎，修为溃散，恐怕已是神游天外，不在五行啊。当今世上能有起死回生之术的，恐怕也只有那位曾经的护国圣手啊！唐家养了你们这么多年，现在连我女儿都治不好，废物，统统都是废物！今天要是治不好，我要你们全都给如霜陪葬！唐家主，饶命啊！唐家主，不是我们不想，而是我们真的尽力了。对了，听说有一位神医接棒。唐家主，江神医请来了。快，有请江神医！总算来了个替死鬼。有他？唐家主，既然这位小兄弟敢接榜，那必定起死有方，回生有术啊！也没那么夸张，跌打损伤这类的小毛病，我还是有把握的。江神医未免也太谦虚了。坊间传闻江神医生死人，肉白骨，妙手回春，药到病除。只要我们江神医想，生死簿都能改。江神医，只要能治好我女儿，这10个亿全当是我唐家的见面礼。这么多钱啊，那得是什么病啊？等会儿，要是治不好，这什么情况？嗨，这个是来骗钱的无能庸医，死了就死了，也算为民除害。对了，你刚才问什么来着？这小子死定了！我平生最讨厌沽名钓誉之徒，这2个人
死有余辜。那个，唐小姐得了什么病啊？我看看，要是简单的话，就不收你们钱了。江神医不知道，榜上我已经写得很明白了，为的就是规避庸医。榜？什么榜？江神医，你最好是在开玩笑。哎，法治社会，你们不要乱来啊！见过医闹的啊，没见过你们这种还没医就开始闹的啊！你有本事接榜，没本事治人。治病救人得对症下药，我人都没看到，我怎么知道该怎么治？而且万一跟你们描述的病情不同，我到哪儿说理去？况且，这什么榜，我真不知道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江神医该不会是嫌钱少？江神医够不够？不够我再加。不是你，我，哎，行吧，死马当做活马医，总不能是个死人吧？去，把小姐请出来。病人已到，江神医，请吧。病人，人都凉了，你们管这叫病人？一般不是叫死人吗？你们现在难道不应该去请人做法回魂吗？这还治什么？再不入土就臭了呀！要不，我给你们做个法，不然普通的病能值10个亿吗？江神医，你难不成是来骗钱的？别再浪费时间，治不好你就陪葬，老夫说到做到。唐战神事关大夏危机存亡，还请江神医救死扶伤，挽狂澜于既倒。请江神医出手。你们这是让我出手啊？你们这是让我出殡啊？这就是个死人啊！你让我拿什么救？救不了是吧？唐家主，我看他和那2个庸医一样，分明就是来骗钱的。有胆子骗人，没本事死。唐家主绝对不能放了他。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能让死人复生啊！那个治不了啊，告辞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哼！你当我唐家是公厕？唐老家主可是上一任大夏战神，能逼得他亲自动手，小子，你死的不冤。江子，你总算死了。怎么可能？你一点事也没有！老头，我量你爱女心切，就不报警了。你要知道，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。看你一把年纪也不容易，这次我就先放过你。我可是大宗师巅峰，别说普通人，就算是先天境的高手，我也能让他有来无回。可他到底是什么人？难道是我误会了江神医？能挡住我的全力一击，就证明他的实力最少在我之上。那他不愿意救，是不是我的诚意还是不够？唐家主，你可千万不要放过他呀！他就是个骗子。哦，对，此人医德败坏，擅自接榜，耽误了治疗唐战神。不如现在就地主杀，要是传出去，唐家威严何在？爸，唐家主该不会放过这小子吧？不可能，唐家主嫉恶如仇，平生最讨厌别人骗他。刚才那2个人的下场，你没看到吗？求求江神医救救我女儿吧！我知道错了，江神医修为通天，你一定有办法救她。只要江神医能治好我女儿，我就把女儿许配给你。唐家主怎么能给江慈下跪？不可能，唐家主可是上一任的大夏战神，实力仅次于唐如霜。更何况，
那小子只是个毫无修为的废物啊！你们俩闭嘴！不过是唐家主爱女心切，把这小子给当成了救命稻草。现在他的身份只不过是个父亲而已。我最看不得人家哭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唐家主也是个可怜人啊，可别给脑子急坏了。江神医只要答应救我女儿，我就起来。他都已经凉了，救我怎么救？连我父亲都没办法，他一个卖老鼠药的又能如何？难不成用那什么五龙还阳丹？杏林至宝，五龙还阳丹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假的吧？你觉得它可能会有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丹药吗？若是有，它早就成为那位女帝，甚至是楚家的座上宾，何至于沦落到卖蟑螂药度日？五龙还阳丹，是江神医能够拿出这杏林至宝，我唐家愿肝脑涂地，任凭江神医驱使。行，吃准了我心软是吧？这五龙还阳丹就是个半成品。这就开始给治不好找借口了。没关系，只要我女儿能活，老夫说话算话，为您定下这门亲事。怎么没有反应？唐家主，你看，我就说了，这家伙就是个沽名钓誉之徒，死性不改，此时不杀，更待何时？唐家主，此子可恶至极，3番5次跳脸，断不可留。不是，他都没吃下去啊，你们急什么？没吃下去，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眼花了吗？我女儿醒了？江慈，你泼天的胆子，连死人都敢玷污，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唐家主，战神冰清玉洁，生前未婚，死后也不容染指。我看他分明就是个心术不正的江湖骗子，死到临头还想着赚够本。说你们是不是有病？是你们让我治的，不把药吹下去，死人怎么吃啊？我都没嫌弃，你们还嫌弃上了，还在狡辩。唐家主，不如现在就杀了他，否则传出去，唐家威严何在？老鼠药，蟑螂吃了死光光，老鼠吃了死光光。唉，让他走吧。我唐家不怕被人骗，就怕没人敢骗。唐家主，他害死我大夏战神，绝对不能放过他。是啊，唐家主。我说，让他走。想我大宗师巅峰都无法撼动他分毫，又如何能留住他？既然连您都没办法救活他，看来是如霜命中应有此劫。您走吧。节哀。为父遍寻天下名医，该用的办法都用了，可还是救不回你。选个良辰吉日，给小姐下葬吧。唐家主，如今边疆战事告急，六域虎视眈眈，大夏此时失去一位战神，恐怕……我现在只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唐家主，这是先天境才有的五色神光，我女儿不仅死而复生，而且实力大增。战神大人，他回来了！恭迎战神归位！你是人是鬼？
我只是服用了归西散，暂时假死，现在已经没事了，都散了吧。原来战神大人假死只是为了掩人耳目。据说唐如霜被上京第一家族的楚家逼婚，看来今天不过是唐家为了躲避婚约而做的一场戏。唐如霜是大夏第一女武神，又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就死了呢？只可惜传说唐战神绝色倾城，未能一睹尊容。恭喜战神，原来是一场误会，那我们就先行告退。唐小姐，脉如奔涌，体盛如日，至少还有150年的阳寿。战神大人，您刚才为什么会说自己是假死？可你明明已经死了的。是谁敢对您出手？我这就把他活刮了！楚家什么？他们还真敢对你下手？楚王已经等不了，他想在一神评定大会上拿下最后一道，如此一来，万道尽被楚王掌握，断掉女帝生机，而我唐家将会万劫不复，大夏也将会改天换日。若是江神医出手，江神医，没错，如霜，江神医仅凭一粒丹药就能救活你。若你能嫁给他，那我唐家还何惧楚家？要是他能出席参加一神评定大会，岂不是我大夏一线生机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太草率了。或许你们口中这位江神医的丹药，只是机缘巧合之下得到，贸然把身家性命压在他身上，只会让大夏更危险。给点钱打发算了。若是这位江神医还能应接我的全力一击呢？既然如此，我就亲自去试一试。若是真有你们说的这么强，嫁给他又何妨？我唐家也再无需惧怕楚家。太好了！对我的到来，竟然没有任何感知。看来是老爸过誉了。五龙还阳丹，主人再来一颗，再来一颗，我就能化形成人。唉，女朋友跟人跑，还得罪有钱人，这尼玛遭的什么孽啊！算了，没有什么比开心更重要。做梦都没想到，我的初吻竟然给了一具尸体。你别说，还挺香的。混蛋，竟然还敢亲我！谢谢你，菩萨，给我谈了10年的女朋友都给无耻！我堂堂大夏女武神，竟然被你……我倒是要看看你这色批有几分实力。凤来仪，神明践行，此地竟有我大夏剑术！竟然是万剑阵！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存款都造没了，老妈，我要再想找个女朋友，估计只能等老天爷往下丢了。啊？什么死动静啊？没想到小小的祖宅内，竟然有我大夏的禁术。不过嘛，如果想用这种东西得到我的认可，那你就想太多了。不是，你谁啊？现在还没有资格知道，但如果你能打赢我，我就做你老婆。是，我是想找个女朋友，但是神经病例外。由不得你。我的功力尽失，这一天天遇到的全他妈是神经病，烦死了！
仙臂万剑阵，化意道运。这，原来老爸说的是真的。此人恐怕是继江听雪之后的第2位护国圣手。要是能嫁给他，我唐家就是从龙之臣。你知道你拒绝了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吗？一个平胸的神经病。你想要什么？以我的身份，完全可以满足你。喂，说话！我想要的，只是把老妈的医术发扬光大。发扬光大，那医神评定大会就是最好的机会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医神评定大会的邀请函。如果没有赵少的关系，指望你做梦。我当然想去，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如果是我邀请你呢？医神评定大会每10年一度，来的都是整个大夏最顶尖的神医，世家豪门。以你的实力，只要能在大会上拿下一点小小的名次，别说发扬光大了，金钱、权力、名誉要多少有多少，你将会成为是我大夏最炙手可热的人，拥有无数拥趸，那些家族敬仰你、崇拜你，甚至你还会成为当今女帝的座上宾，奉为护国圣手。我对钱、名气什么的不感兴趣，我就想……我懂，弘扬医术嘛。那我试试，有道理。你看，这路不就走宽了吗？等明天你在医神评定大会上看到老娘，就该知道拒绝老娘是一件多愚蠢的事情。我期待你后悔的表情。战神，唐家主，医神评定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走吧。这场医神评定大会非常重要，我要让全天下的人知道，江神医是我大夏的护国圣手，绝世神医，也是我大夏的一线生机，所以千万不能惹江神医生气。如霜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爸。喏，你看，江神医的邀请函我都做好了。好，等等，坏了，忘记把邀请函给他了。快走！敢在医神大会找上，赶紧走！谁呀？干嘛的？嘿嘿，二位道友，我是唐战神的粉丝，自发前来维护治安，保准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。哦，原来是条舔狗啊！什么？这可怎么进去？站住！瞎了你的狗眼！哎，您请。骂一句就能进去，那我懂了。瞎了你的狗眼！你看，又来一个！你他妈算老几？敢这么跟老子说话？难道是我打开方式不对？看来你是不知道我是谁。谁？小子，看好了，接下来闪瞎你的狗眼！出去打听打听，知道天下第2的含金量吗？我若出手，方圆10里寸草不生。他该不会就是那个号称唐如霜天下第1，他天下第2的？看来这天下第2的名号可不是吹出来的。没错，我就是人称飞雪连天射白鹿，天下第2我最屠的天下第2。我一看你小子就是个穷人，识相的话就赶紧滚，别逼我动手。不是，凭什么人家骂一句就能进，我不能进？敢在唐家的地盘招摇撞骗，忍不了了！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！
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？真气散了。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？难不成是某个隐士高人？果然，3巴掌有用。姜慈，就你也配来这种高端局？娇娇，天下医者是一家，同行交流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这小子绝对没这么简单。如今我被他一巴掌打散真气，或许我恢复实力的唯一办法就在他身上。笑话，这种大会来的都是高官权贵，就凭你这垃圾，倒是进去一个我看看啊！谁说他不能进？这个人我保了。义父，这里请。前辈，你别被他给骗了。放心，对他来说，这里就是深渊，不进去还好，进去只会被吞得骨头渣都不剩，更快。战神大人，江神医已经到了。另外，唐少爷那边我也交代了，他负责在现场保护江神医，谁敢闹事，死！唐浩龙这个小兔崽子总算办了点正事，要是惹怒了江神医，老子嚼碎他的骨头！走吧，别让江神医等急了。小子，准备好领略老娘的风采。听说了吗？今天医神评定大会将会有一位绝世神医莅临，能被唐家奉为座上宾，其医术超绝，必然在我们之上。是啊，自从那位圣手江听雪失踪，我大夏医道日渐衰落。如今能在医神评定大会上又看到一位绝世神医，真是后继有人呐！我告诉你们，这位绝世神医来头可不小，出自某位隐世不出的家族。我姐说了，他会是继江听雪之后的护国圣手。啊，护国圣手？这可是我姐亲口说的。而我唐家和这位准圣手肝胆相照，亲如手足。品，你细品。楚家就是因为有江听雪这个前任圣手，才成为我大夏第一号。如今唐家搭上这位准圣手，岂不是中之继承，和楚家平起平坐？恭喜唐少，以后飞黄腾达，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群哥们儿。放心，只要有我一口饭吃，就有你一个碗刷。各位，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就在刚刚，大会接到战神的通知，今天将会有一名绝世神医莅临现场。绝世神医？主持人好。我就是来学习的，来学习的。在座的评委我都认识，每一个最少也有30年的行医经验，要不然也是神医世家。这家伙这么年轻，听都没听说过，他也配？不是唐少，这小子到底给你们家塞了多少钱？就这身穿着打扮，一看就是上不了台面的土狗，也不怕拉低这场大会的档次。你就穿成这样来参加我唐家举办的医神评定大会？怎么，治病救人还要穿西装打领带啊？又不是奔丧，你们还讲究上了？乡巴佬，你竟敢说我们这是奔丧大会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嚯哟，开个玩笑嘛，用得着发这么大火枪？你来例假？这小子还真有意思。唐少，在你们家的场子打你的脸，我都替你臊着。唐少，
亏你姐还是大夏战神。小子，敢挑衅我？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又不是大熊猫，我凭什么要认识你？哈哈哈！唐少，这小子在耍你。除了楚家，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在我唐家面前如此嚣张。更好，也趁着这个机会告诉所有人，今天这场一神评定大会，说的好听是公平竞技，说的不好听，是我唐家给那位绝世神医一个人举办的莅临大会。谁要是敢坏我唐家的好事，内禁外放，唐如霜是我大夏战神，这唐浩龙的实力也直逼大宗师巅峰。唐家把他调来宴会，就是怕有人捣乱，恐怕我们只能沦为这位绝世神医的陪衬啊！为了一碟醋包了一顿饺子，什么时候我能有这种待遇？能让唐家为他和全世界为敌，这小子什么来头？那既然唐少发话了，我们照办就是。只是这人衣冠不整，和我们格格不入。万一要是让那位绝世神医知道，还以为唐家照顾不周呢。对，要是被这小子连累，唐少，你可得给我们作证啊！这人谁呀？臭烘烘的，透着一股穷酸味儿。估计是来蹭这大会名头，好之后去行骗，像那些个小明星一样，蹭个红毯就说自己领过奖。这也没味儿啊！还是说，狗能闻到人闻不到？你们城里人还怪讲究的，还敢阴阳怪气！来人，今天老子非得立这个规矩不可！我姐的电话来了，你等着，你等我接完电话再收拾你。喂，姐，江神医已经到了，只要你给我保护好，零花钱给你翻10倍。放心吧，姐，我虽然顽固，但不傻，保准给那位神医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就是这里有个捣乱的，我现在就把他赶出去。快点，要是敢耽搁了神医，老娘扒了你的皮！小子，我没有耐心了，现在马上给我滚！耽误了我的事儿，我把你钉完断！可是有人叫我来的，还叫你来的？要不骗人骗全套，你直接告诉我你姓江算了。是啊，我是姓江。他说他姓江，姓江。姓江啊！江神医已经到了，老娘扒了你的皮！您是江神医？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不年不节的，我也没准备红包啊。江神医，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请您原谅我。什么？他就是那位唐家请来的神医？什么神医？糟了，刚才我还说他是乡巴佬，没想到，嗨，原来是唐战神邀请的绝世神医啊！怪我们不识真龙，您穿的这么朴素，一看就是世外高人啊！刚才不是你们说我身上臭吗？还说我年龄小，一股穷酸味儿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神医高龄，面相却如此年轻，超凡脱俗，举手投足都是大义风范，不像这些老包子，个个沽名钓誉，漫天要价，空有年龄而没有医术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你小子还真他娘是个天才啊！对不起，江神医，我承认刚才是我声音大了点儿。和神医您比，我们都是学徒。倒也没你们说的那么夸张，其实我就是个卖蟑螂药的。唐少，
这神医是不是谦虚过头了？你懂个屁！这叫高风亮节，学着点儿。唐家二少难道就这点眼力见？唐少，你拜错了，他根本不是唐战说的绝世神医，他就是我前男友，丢到天桥底下都活不过乞丐的垃圾。前男友，我尼玛！你敢骗老子？我骗你啥了？我就骗你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唐少，你觉得唐战神会给一个卖老鼠药的发邀请函吗？道友，你还真是卖老鼠药的。跟我没关系，跟我没关系。妈的，我们都被这小子骗了！你今天死定了！我也没说自己是神医啊，我就是来观摩学习的。你们一个个的都没听我说话呀！观摩，姜慈，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可是大夏最顶尖的医神大会，随便一个药物产出，都能让世间豪贵哄抢。你这个卖老鼠药的也配观摩？我既没骗你们，也没冒充神医，凭什么说我不配？老鼠药怎么了？能治病，能救人，就是好药。就这水平，也配叫神医？也配站在这里？简直是对医神大会的侮辱！唐家怎么说也是仅次于楚家的顶级豪门，竟然把一个不入流的江湖捞叔摆到评委席，这不是拉低我们的档次吗？唐家一直视那位绝世神医为座上宾，要是等他来了发现有人闹事，唐少，我是替您还有唐家不值啊。唐少，趁着绝世神医没来，直接把这废物打死了扔出去就好，免得牵连大家。姐姐对那位护国神医很看重，要是发现有人在神医大会上捣乱，那我唐家……小子，敢偏到我唐家头上，我看你是老祖宗点灯球，坟头蹦迪！来人！给我将他碎尸万段！唐浩龙，你要把谁万断？就这小子来大会上捣乱，我刚才正准备清理他。晚点再收拾。姜慈，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？那可是我大夏战神唐如霜。唐战神，这小子冒充绝世神医，混进医神大会，杀了他！要是一会儿那位来了，就不好收场了。姐，交给我，我一定让这小子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不是来捣乱的，我真是被邀请来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唐战神邀请一个卖老鼠药的？姜慈，你死到临头还敢往唐战神身上泼脏水？既然是被邀请来的，邀请函呢？今天你要是拿不出来，我就当众打死你！他也没给我说有邀请函这回事啊。明白了，既然这小子没有邀请函，那肯定是有人在背后冒充唐战神。完了，本来这小子还有活头，没想到罪加一等。又是冒充绝世神医，又是冒充唐战神，死定喽！既然你说是有人邀请你来，那你就打电话给那人，叫他过来呀。我可真是个小天才。不愧是我姐，一箭双雕啊！小子，现在马上立刻给邀请你的人打电话，否则我杀了你！逼我是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打就打！这小子傻里傻气的，死有余辜。他那朋友估计也得被他牵连。哼，跟一个卖老鼠药扯上关系的，估计也就是个低等贱民，死了不活该吗？姐，我想。
嘿嘿，小东西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不是，原来是你。我啊，当然是。上京唐家唐震天携小女唐如霜，拜谢江神医救命之恩。我唐家愿出1000亿嫁妆，求江神医做我唐家乘龙快婿。真是神医！等会儿，能不能先告诉我啥意思啊？这是？当然是请你做大夏的护国神医。哼，你这是要把我放在火上烤啊？这个位置只有您才配做，他们这群沽名钓誉之辈，看着就行了。唐战神，他一个江湖郎中，何能坐到那个位置上面？他配不配做，轮得到你个小贱货指手画脚？原来如此，堂堂大夏战神为了逃婚楚上子，竟然找一个废物当替死鬼。看来唐家还真是没落了。你区云州赵家，也敢在我唐家面前放肆！罗渊，家主，我在。侮辱江神医，就是和我唐家为敌，废掉他的胳膊！是。哼，楚云霄，让我嫁给那个纨绔，他也配。配不配，不是你说了算。唐如霜，唐老爷子年纪大，健忘，可你大夏战神白纸黑字签下的婚约，说毁就毁，眼里可还有我楚家？女帝，收官在即，您只有一次机会了，下一步我可要屠大龙了。棋局未定，何以见？医神评定大会是我楚家封锁大夏的最后一步，财权色名万道尽在我手，只剩下这最后的医道至高。女帝，是否退位让贤，就不是你能决定的了。当年的圣所，你的发妻江听雪，是不是被你杀了？这我哪知道？现在重要的不应该是眼前这盘棋吗？哦，差点忘了告诉你，云霄带着姚三春去了医神大会，你觉得你还有机会翻盘吗？圣手姚三春，如今天下医道第一人的杏林老祖。没错，只差最后一步，是垂死挣扎还是以待天时，都改变不了你必输的现实。国运之术即将凋零，一旦我儿拿下评定大会医属之位，就是你退位让贤之时。世子，您总算来了。他们把一个卖老鼠药的放在护国神医的位置，反了，唐家反了。他是杏林老祖姚三春，姚神医。丹心圣手波三春，悬壶济世雪山师，苍生大医姚三春。传闻姚神医隐士，一直辅佐楚家家主，轻易不出手。如今世子带他前来，这是要一举拿下医神大会的魁首啊！什么医神评定大会，倒不如说是给姚神医举办的加冕大会。只要他老人家肯出手，其他人根本没有赢面。姚三春，他怎么也出山了？只是随意失手就能治好断臂，为其续筋。传闻果然没错。圣手消失后，
姚三春当为天下第一神医。江神医去哪儿啊？人多啊，我社恐行吗？有我唐家给你撑腰，您只管失手就好。您连死人都能救活，怕什么？别演我了，人家是真神医，一把年纪了，好不容易有机会一鸣惊人，你在这抢什么戏啊？听到了吗？江神医说，都老到半只脚踩进棺材里了，还出来丢人现眼，臊不臊得慌？不是我小棺材洋子，你是在看不起老夫吗？但愿你的医术和你的嘴一样硬。你等会儿，我真没……没错，江神医就是这个意思。对了，我还要告诉你，我正在追求江神医。我今天非死不可吗？您势在必得。和我楚云霄比，他一个靠攀龙附凤混进来的下等人，有什么资格？资格？江神医乃是我大夏过运所在，你说有没有资格？好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就等姚神医为我楚家拿下这最后一道，彻底掌控大夏。届时，我要你唐如霜跪在我脚下，摇尾乞怜。世子放心，我定会为楚家拿下这至关重要的一道。上人，这就是今天医神评定大会的第一个环节。海神岛美人鱼。楚云霄，你疯了吗？萧族从来没有登岸的先例，那只存在于传说之中，你这不是为难大家吗？你复原不了，不代表别人复原不了。你确定这是医神评定大会？我看是病情交流会吧？还复原双腿，安徒生童话吗？治不了，那就是弄虚作假。唐如霜，认输还有活路，逞降死路一条。别说复原双腿，哪怕是条死鱼，也能让她变成美人。大姐，你能不能别给我拉仇恨了？我不就是拒绝你一次吗？至于吗？怂什么？怂点怎么了？我们家就剩我一个独苗了，我要像你这么狂，死了青莲节连能来上炷香的都没有。我教族祖训，凡能让我族人登岸者，便把海神岛半数宝藏和财富全部送给他。海神岛，那是什么地方？半数财富又是多少钱？传闻海神岛富可敌国，拥有这个世界上一半的财富。如果成功登岸，恐怕全球首富都要易主。这条鱼这么有钱？江神医，海底都归他们家管，大海乱不乱，鲛族说了算。就算只是收过路费，也足够让他们成为全球首富。你这老头还算有些眼力劲儿。骚货，你们谁上？我还得看我们江神医。江神医，看出什么毛病了吗？看出来了，你们跟这条鱼都有毛病。你要是治不好我的双腿，我就把你的眼睛挖出来。行了，别装了，来人，把这小子给我捏碎了！慢着，这都什么事？其实吧，他的2条腿并非不可医治，骨相还在。根据老妈留给我的经书上所说，考定9骨，辨人命路，只需施分骨9针，他就有复原的可能。黄口小儿，你可知分骨9针1000年前就已失传，连医圣都无法悟透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就这种水平也敢来医神大会？那不是基础吗？易经第1卷就是分骨9针啊，只不过我从来没有机会使过。你会？他会个屁！连姚神医都敢质疑，天下人皆知姚神医有3针，你可知是哪3针？就凭他这半吊子水平，也配质疑姚神医，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。1针，妙手回春。
2针枯木逢春，3针万古长春。你无话可说了吗？你会？差不多得了，你吹牛逼能不能别总带上我？哼！只要我施展出天元3针，必然能复原他的双腿。鱼会彻底变成一条鱼。你大言不惭，妖言惑众！姚神医，别被一个骗子耽误了正事。拿下这医道，我就用针好把他。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。第1针神门穴，第2针气海穴，第3针神阙穴。他正在蜕皮，不可能！救我！好痛！那不过是天元3针刺激了你的血脉，重塑你的筋骨，只需10息，你就能长出一双人类的双腿。这一切如果没有楚世子点头同意，你焦族想登岸，哼，做梦！小子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就你也配和楚世子争医道魁首？不应该啊，老妈不是这么教我的呀。就凭你那个村医老妈，也配见到天元3枝？滚回你的天桥底下卖老鼠药去吧，这里根本不是你能待的地方。愿赌服输，今天你必死无疑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都说了，你们不听。现在好了，他的灵化病更严重了，而且鱼尾变得更大。天元3针不仅没有让他长出血肉，反而让他长出鱼鳃。长此以往，他会彻底失去人类特征。姐夫，你要不救救他吧？你喊爹都没用啊！那老头破坏了他的血脉，事到如今，只能试试分骨9针了。道友，你管这个叫针？小子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想试试。这6根蛟龙针是我江家立命至宝，乃用筋骨所造，有夺天地造化之能。小慈，你一定要随身携带。知道了，妈。我江氏施针素有断生死、判阴阳之能，奇经8脉，小通抽天，与天合，与地夺，正其相符，才有起死回生之效。接下来这一套针法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，只要你凝神，你就能看到人身上的气旋。得罪了。搞半天，这不就是普通的针灸，花里胡哨。到底是质子行医，贻笑大方。等等，你们有没有觉得他施针的手法似曾相识？你想说什么？世子，这小子的手法有点前任圣手江天雪。你说什么？
对不起，世子，是我多嘴。要真让他治好了，你这神医的名头算是徒有其表。我楚家不养废物，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？你应该清楚。搞定，累死我了。江子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你这哪是针灸？你这分明是给他下了。世子，这小子手段如此下作，根本不配参加医神评定大会。建议你把他赶出去，封杀。针灸啊，这真不知道啊！谁知道他哪来这些死动静？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绝学，原来是无耻之徒，草菅人命，医德败坏，谋财害命，封杀他！你们可以说我医术不精，但你不能说我做人不行。我妈从小就教育我，医者仁心，要是没有医德，那和谋财害命有什么区别？你们快看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不可能！他的腿真的复原了。这是假的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神迹呀！我宋某人行医一辈子，能亲眼看到焦族登岸，就是死也值了。这双腿简直就是艺术品啊！我果然没看错你。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他真的使出来了！不，你这不是医术，你这是障眼法，是妖术。没错，大家别相信他，只是随便扎几针就能复原双腿，这不是妖法是什么？小子，你是脏的来完来阴的，全是上不了台面的暗杀手段，妖术。人家病发的时候，一个个恨不得躲进地底下，现在天晴了，你们又跳出来了，还妖术。建国之后不许动物成精，你们诬陷人能不能带点脑子？如果是简单的针灸，怎么可能会引起他那种声音？我倒是听说过一种邪针，古时公达官想被施针者诸病痊愈，五脏俱悦，但是却是套之生命，只能剩下3天阳寿。我看这小子施的就是这种针法。对，居然敢用邪针，胜之不武，简直就是玷污这场大会！牛啊牛啊，这小词儿一套套的，一个个脸都不要了，整黑幕是吧？还在狡辩！来人，给我把这小子的骨头一寸寸的打断，让他永世不得行医！当着我的面动我的人，当老娘不存在吗？楚云霄，这是我唐家的地盘，也是我唐家举办的神医大会，还轮不到你来撒野。这女人好像突然有点帅啊！谁敢动我姐夫，就是和我唐家过不去。唐如霜，你们确定要为了这小子跟我楚家作对吗？我好像也没给过你什么好脸吧？是什么让你产生错觉？我跟你是要伙的。你唐家也配合我楚家鱼死网破？那要再加上我海神岛呢？战神大人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站稳，江神医只是扶了我一下，你不要生气。不生气，不生气啊！江慈这个废物值得你们这样维护他吗？他用邪术侮辱大会，你们都看不见吗？我都说了，这套针法是我妈传给我的，不是什么邪术。姚老也说了，分骨九针是当年圣手的绝技，早已失传。你妈传给你，难不成你妈是圣手江听雪吗？咦，你怎么知道？
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别这样，怪尴尬的。你刚刚说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？江听雪啊。前人圣手，女帝挚友，我大夏的上一任护国神医，如今下落不明的江听雪，竟然是你妈！不是啊，她就是我们村的医生，虽然没你说的这么强，不过也算得上远近闻名。乡巴佬，你在找死！喂，你那么生气干什么？我又没说你老妈，我说的是我老妈，好不好？急什么？圣手享有国师之名，更是楚世子的继亲，女帝的师傅。姜慈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哼，就你那个村医老妈，也配碰瓷我大夏至高？呸！把他给我拿下！废了他的身手！现在，马上！楚云霄，姜慈姓姜，又不姓楚。何况这世界重名重姓的人那么多，又不是只有圣手大人叫江听雪。在座的各位应该没有意见吧？这个解释倒也说得通。谁能告诉我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？为什么又要杀我啊？小友，别说了，那个名字不能提。原来你妈也叫江听雪啊，缘分。当年母亲大人带走主子，下落不明。他一个乡巴佬，又怎么可能是我哥哥？不过也好，下一个环节就是比拼传承。论传承，有我妈的圣手血脉加持，输不了一点。乡巴佬，在我大夏行医，论资及辈，讲究传承，可不是阿猫阿狗都能自称神医。刚才那一局有这两个不开眼的保你，那便算你平局。但这一局，你必输无疑。给我端上来！这是庞家主，难道就不觉得有点眼熟？这是女帝当年御赐给楚家的千年龙树。没错，这千年龙树有一大一小两尊，大的那尊在女帝后花园，小的就在你们眼前。两尊龙树同气连枝，共享气运。我楚家这些年日日昌盛，平步青云，你们全都看在眼里。正是仰仗这千年龙树，当今大夏，楚王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楚家更是我大夏第一豪门。谁敢和世子作对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这千年龙术乃是气运之术，生则同庆，死则同穴。只不过圣手这些年下落不明，连带着龙术也一起凋零。没错，一神评定大会的第二个环节——复活龙术。我怎么感觉你们玩的越来越玄乎了？世子可是那位护国神医的嫡传，论血脉，没人比他更高贵。他说第一，没人敢说第二。那我可要提前恭喜世子呀！知道为什么女帝会把龙树赐予我楚家吗？因为只有像我妈这样血脉纯净之人，才能够滋养龙树，护佑大夏。而作为神医，心思必须足够纯净。虽然我不是，但这世界上只有我才是江听雪的儿子，而我就是这世上唯一的神。遑论这一滴精血，也是你高攀不起的存在。今天我就让你死明白，让你知道谁才是医道为主，圣手血脉。
当年圣手复活龙树，也才抽出3根枝丫。世子这一滴心头血，让龙树重焕生机，果然是圣手血脉。当真恍如圣手亲临。虽说世子并非药灵圣体，可这一丝心头血足以证明，论正统性，在场无一人能比得过楚家。楚家这是又要出一位圣手啊！这1道魁首就该是楚家的。恭喜世子拿下1道魁首。姜慈，看清楚没有？这就是世子的实力。就算你卖老鼠药卖成绝世神医，也无法拥有圣手血脉，这就是你们的差距。好，好，好，说好的治病救人，结果现在血脉都整上了。我想问，这跟1道还有关系吗？白痴！这场医神评定大会评的不是你这种像巴劳认为的小医道，而是大医道，下医治病，中医治人，上医治国，评的乃是气运滔天的护国医神。不玩了，咱走。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来人！意思走都不让走了是吧？不就放点血吗？行，没可能的，医圣血脉独一无二，天下无双，除非医圣亲临，你赢不了他的。待会儿我会全力保护你，能逃多远逃多远。抱歉，我不信命。这还没点血似的。乡巴佬居然敢用你的脏血玷污神树！若是神树枯萎，你祖宗18代的狗命都不够死的！把嘴给我放干净点，不然我就先让你去底下见祖宗。他不知道，难道你大夏战神也不知道吗？这龙树代表大夏国运，他的血滴上去，要是出了什么差错，我大夏倾城天灾人祸，重则国破人亡。世子说的没错，他这是在拿全天下人的性命而泣。这个责任，别说你大夏战神担不起，就是女帝来了，也要引咎推诿。人之国运，若是有任何差池，一旦女帝问罪下来啊，我们都得跟着她陪葬啊！他这是眼见自己活不了，想拉着我们一起垫背呀！完了完了，报应来了，这就是染指国运的代价啊！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杀了身旁的人慈，只有杀了一慈，才能止住眼前的霉运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来人，放干他的血，待女帝敬畏天下。枯木逢春，金龙乍现。看到没有？没有人能比我楚家的血脉更纯粹。输了，我们输了。罗渊，一会儿我来拖住所有人，你负责保护江神医，一定要把他安全送到女帝身边。是。等等，金龙似乎好像在找什么。金龙盘叶，他在找自己的主人。我是圣手唯一的血脉，他一定是在找我。那是我楚家的幸运金龙，我楚家的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在场只有世子血脉高贵，而龙叔又只认楚家，
难不成现场还有第二个楚家血脉？又是你，姜慈！就是因为你的脏血混淆金龙，又赖我！我来这才多久，给你们擦几次屁股，背了几个锅了？算我求你们了，要点脸吧！金龙现世，绝对惊动女帝。姜慈，你现在认输还能留你一条狗命，到时候女帝来了，你必死无疑。都是你，今天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我看你们就是一群坏组织，等着，我这就摇人抓你们！你真的想让大夏为你的无能陪葬吗？别挣扎了，骆冰溪，你没有机会了。不，我还有一线生机，我还有一线生机。你已经没有希望了，骆冰心，别逼我现在动手。大夏真的要葬送在我手里了。听雪，你说过，留给我的一线生机在哪儿啊？发现身上有如此气运。喂，喂，又 TM 没信号了。我认输，我认输，还不行吗？这个神医你们谁爱当谁当。气运道观，金龙认主，你到底是谁？什么气运，什么金龙的，你们一个个好像魔怔了似的。我是谁？你问他。我知道。你到底是谁？各位，求求你们，别演我了，行吗？你们这样会显得我像一个神经病一样。三位神医，你说，到底是我有病，还是他有病？江神医，我们不是故意和您作对。您才是我大夏的护国神医，我们根本不配。我有罪，我有罪，我不应该质疑江神医。如今我大夏的国运掌握在他一人手中，可江神医好像并不知道金龙已认他为主。只有一种可能，江神医是千年难遇的药灵圣体。如果说这个世界所有的灵气加起来是一个水缸，那江神医就是比较大海，一滴水滴入大海会有反应吗？根本没有。金龙入体却毫无反应，唐如涵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把他包装成绝世神医，想借着神医大会拿下医道和我楚家对抗，你骗得了其他人，可骗不了我。江神医拿下医道魁首，实至名归。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。刚好，趁着医神大会，我要正式宣布，我和你楚云霄的婚约作废。同时，身为大夏战神，我要开宗立派，以一开道，让我大夏人人如……开宗立派，笑话！我楚家同意了吗？
我老公同意就行。不过是区区一个医神之位罢了，让你这一道又怎样？现如今掌控万道的还不是我楚家？凭你们也想一子翻盘，痴心妄想！姚老，我们走。慢走，不送了。这就完事儿了。江神医，你好棒！撒开！跟我抢男人，你知道死字怎么写吗？江神医，这个女人好凶，我好怕。哎，唐如霜，连女人你也打？有什么了不起？你有钱吗？我是没你这么有钱，但我现在一巴掌能扇死你。好了好了，既然没我的事儿，咱们各回各家，再见。对了，奖状记得给我发一下。江神医别走啊！我刚上岸，还没有居住的地方，能不能暂住您家里？江神医拿下医道魁首，更是千年难遇的药灵圣体，事关大夏国运，我要先去告诉女帝。楚王，您让我们办的，我们都办了，可是还是让那小子赢了。抢走唐如霜就算了，我楚家的气运金龙也被他据为己有。此仇不报，我楚云霄誓不为人。你的这点小心思还瞒不过我，骆冰心。哼！爸，你的意思是，这一切都是女帝在背后指使？自从你妈带着你哥哥下落不明，大夏国运一落千丈，没有了前任圣手辅佐，骆冰心这个女帝的位置岌岌可危。这些年，要不是我楚家帮女帝扫清六合，稳固社稷，哪有她女帝今日的风光？谁不知道楚王您才是我大夏的叶天都？是啊，没有人比楚王更适合那个位置。唐家举办医神评定大会，扶持一个傀儡，以为拿下医道魁首就能突破我楚家的封锁，可自始至终都不知道，江听雪从来都没有失踪，而是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。既然妈妈站在我们这边，那关龙大典岂不是？女帝退位，新王登基，这一天我等了整整20年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派大长老黄甫霄先去云州，把那姜慈踩死。另外，若是骆冰心按耐不住前往，说不定还能一并铲除。江神医，我感觉腰膝酸软，双腿无力，恐怕是腿疾又复发了。麻烦江神医帮我巩固一下病情吧。不应该啊，老妈教我的针灸应该根治才对啊。你看，鱼鳞又出来了。行，那我试试吧，刚好老妈教的正骨也能用上。不该看的不看，不该摸的别摸。仅仅只是正骨就能让我瞬间增加100年修为，要是能经常被江神医按摩，岂不是青春永驻？我得想办法烘米煮成熟饭，免得让某个狂捷足先登。江听雪是楚雄的发妻，就算有儿子也只能姓楚，不可能姓江啊。可听雪说过，给我留下一线生机，难不成……等等，江慈、楚辞、江慈、楚辞，
如霜，这就是你说的龙心之子，这分明是个登徒子。不是，姜次绝不是那种人。作为我大夏的护国神医，私生活如此混乱，本帝倒是要看看他在干什么。哎，叫这么骚干什么？下次不许叫了。多谢蒋神医，以后我尽量不叫。伤筋动骨100天，你刚复双腿，别老想着下地走路。没事的话，帮我浇花、种草药什么的。再说了，有手有脚的，天天躺床上像话吗？得，又来一个罢工。江神医，大白天的宽衣解衫，可真是好雅致啊！你想哪儿去了？我在给他巩固病情，你不相信我？我相信江神医，我是不相信某些骚货。战神大人，这是吃醋了吗？又要一言不合打人吗？吃醋？我吃你个大头鬼！死绿茶！我在想行了，闭嘴！你们俩一见面就掐，烦死了！像，太像了，简直和听雪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没错，他就是听雪的儿子，我大夏的一线生机。这位是？见到本帝还不下跪？啊！他脑子没问题吗？啊，他，我懂，长这么好看，竟然有这种病，可惜了。此人举手投足气度不凡，这般模样，难不成是有什么特殊身份？本帝听说你拿下医道魁酒，又身负药灵圣级，刚好，本帝要在关龙大典上宣布你的身份，接受万国朝拜。你准备一下，出任我大夏的护国圣手。那个女帝，是不是有点太急了？这般安排太过仓促，实在不妥，还需从长计议。我没时间了。楚雄密谋这一天已经等了20年，他既已拿到一手之位，又是听雪的儿子，理应出任。实在不行，我给你扎2。大胆，朕可是。楚王果然猜得没错，这一切都是你洛天星在背后指使。果然，楚雄连一刻也等不了。咱家这次来是为了替楚王清理门户，二位要是识相的话，把那小子交出来。老鹰，我要杀了你这阉狗！唐如霜，坠崖那次让你捡回一条命，这次咱家让你们整整齐齐，一个也逃不掉。黄甫萧，你是当我不存在吗？咱家喊你一声女帝是给你面子，
别忘了，关龙大典结束，你还能不能活着都是一个问题。我要是不交呢？交！你不敢办的，楚王敢办；你杀不了的，楚王敢杀。你退位在即，这天下是楚王的天下。这怎么还有个老太监？这种旧时代的产物，不是早就死光了吗？放肆！小子，我们可是楚王府的长老，大长老黄甫萧更是突破到化神境初期。你知道你这句话足够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吗？咱家也是开了眼了，楚王雄霸一世，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废物儿子。你说什么？哦，你居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也好，死的不明不白，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幸运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看在你有点楚家血脉的份上，可以让你挑个死法。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进到人家家门不敲，上来就喊打喊杀，真当我是泥菩萨，一点火气都没有吗？江神医，您终于要出手了吗？这才对嘛！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，换他们。我是说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坐下来好声好气谈谈？为什么要打人呢？听雪这个儿子还真是，可能这就是药灵圣体吧。这样吧，你先给我道个歉，然后我也给你道歉，咱俩扯平。你在羞辱咱家？你别太过分了，总不能让我先给你道歉吧？什么声音？大长老，这好像是一只圣兽。圣兽，你该不会是想告诉咱家，这小子养了一只白虎？差不多行了，圣兽都整出来了，这就是一只普通的猫。我看你们病得不轻，实在不行，你们排个队，我给你们看看脑子。放心，不收钱。我要杀了你！老东西，我尊老爱幼，不代表我没有火气。真当我不敢扇你？好，完了，被主人看到我不优雅的一面了，没脸见人了。江神医，你还养了一头白虎？听雪说过，他这个儿子心思澄澈，不戏争，不好斗，一直被他藏得很好。如果有一天出现在我面前，那就说明他已经入局。我要保护好他，千万不能被楚雄利用。好了，一头命。回去告诉楚雄，明日关龙大典，我在大殿等他。滚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一旦小慈成功制治龙脉，就能解除所有记忆，他的身份。是时候告诉你的身份了，跟我走。去通知六域使者，昭告天下，明日关龙大典，女帝退位，天下易主。从今往后，大夏没有女帝，只有帝君。恭喜楚王，贺喜楚王！20年前，你辅佐女帝成为天下共主，以一己之力手托万民，栽龙树，育龙脉，开创大夏盛世，万国来贺。世人送你护国神医，享国师之名。可他配吗？你明明可以辅佐我成就帝君之名，却偏偏让他成为女帝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没有你，那洛天心什么事也办不了。是不是？放心吧，你妈的骨灰会永远陪着我们。好了，明天关龙大典，把你妈的骨灰埋入龙脉，
接下来将由我掌鞭大夏。之前治人鱼治树就算了，现在石头都治上了。关键是我妈没教我医治龙脉啊，这题超纲了吧？如果我告诉你，只要医治好龙脉，就能复活你妈，你干不干？那肯定啊。江神医，你不是一直想继承听雪大人的遗愿，弘扬医术吗？今日6国使者齐聚，正是最佳时机。只要能医治好龙脉，这些人尽皆臣服。你们还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。我等臣服大夏，是因为当年圣手江听雪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早已不配当天下共主。据我所知，这个所谓的绝世神医，不过是个卖老鼠药的江湖郎中，他凭什么能医治好龙脉？如此儿戏，把一国之气运交给这种人，那就别怪我扶桑国反了，我高丽国也反了，西罗国也反了，我天竺国也反了，我也反了，反了！大夏战神在此，我看谁敢！江神医，看到了吗？如果您再不出手，这些人会爬在大夏的脊梁，把我们啃食殆尽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，能不能给我点提示？我该怎么治？很简单，江神医只需要把气运灌输在这龙脉里，以身作签。毕竟，一位药灵圣体的血脉，胜过这世间一切。医治龙脉，荒唐！众所周知，大夏龙脉图补天下气运，别说一个人，就是4万万人站在龙脉面前，也只有被吸干的份儿。女帝无能，大夏国运凋零，妄想推举一位炮灰来糊弄我们，痴心妄想！先威后恩，好一手帝王心术。我宁愿相信楚王，也不愿相信一个炮灰！女帝退位！可万一他要是治好龙脉，我们岂不是会被女帝一一清算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那女帝的诡计，也是那小子的下场。女帝退位！龙脉干涸，任何靠近他的一切都会被吸干。江慈，只要你能医治好龙脉，我大夏就能恢复万国来朝的强盛，而你江慈也会被百姓立祠，受万人钟扬。若是治不好，从此国将不国，饿殍遍野。我？没错，就是你。到底是我疯了，还是这个世界疯了？你母亲说过，这一切的答案就在那颗石头上。江慈，有本事你就去啊！看龙脉怎么把它吸成人干。激我平生有2大不吃：1不吃软饭，2不吃别人的剩饭。江慈，记住，得反火淬炼，则飞腾灵变，人气汹涌，入骨钻筋。你是大夏的希望，也是医治好龙脉的关键。这是火影之龙，龙之雄王。江慈，你这个蠢货，让你上你还真上。淘金国运下，你会瞬间变成齑粉，也好，省得楚王动手了。江神医，小心，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原来如此，他竟然没有被龙脉吸干，而且龙脉正在被修复。这小子难不成真是药灵圣体？不可能！这些天怀吃里扒外的小人背刺大夏。放心，今天一个个清算你。清算洛天心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清算。是楚王，楚王来了！竟然能控制金龙，
楚雄的实力已经强到这个地步了吗？缠缚金龙，掌控国运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他早已在我之上。楚雄，你在做什么？你难道想让天下大乱吗？乱！你骆冰心无能，让大夏国运凋零，我看你才是天下罪人。如今只有你退位，才是唯一出路。楚雄，这天下还不是你说了算，我还没输。你们说这天下是谁的？楚王登基，女帝退位。楚王登基，女帝退位。楚王登基。没有我楚家，哪有你女帝的高枕无忧？你扶持一个傀儡，以为拿下的医道就能和我楚家抗衡？楚雄，你睁大眼睛，好好看清楚他是谁。知道什么叫做后悔？个弃子而已。当初要不是江听雪把他带走，他早就死在襁褓里了。他真的是江子？那这么说，他才是名正言顺的楚家世子啊！我的亲哥哥！废物！环境决定一切，一个从泥堆里爬出来的泥腿子能把你吓成这样？江慈竟然是楚王的儿子！楚王明明知道江慈是自己儿子，却还让我们三番五次害他，这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你竟然对自己的发妻和亲生儿子下手！楚雄，你还是人吗？都给我闭嘴！楚雄一步踏入化神境巅峰，我已经不是他的对手。现在，我给你们所有人一个机会，臣服于我，或者死。楚王实力大增，一旦成为帝君，我等更没有一战之力。至于那小子，我根本不相信他能医治好龙脉。女帝大势已去，我臣服。别人的死活我不管，不过你有点特殊，只要你现在跪下喊我一声爹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待我掌控大夏，更可封你为世子。你的药灵圣体对我来说是锦上添花，你可明白这是何等无上权势？哦，展开说说。江神医，不要相信他，他就是杀害你母亲的真凶，他根本不会放过你。你唐家不过是秋后的蚂蚱，我让你嫁给我儿子，是看在你还有点用。等我吞噬龙脉，定让你唐家万劫不复！你看，权力、财力、女色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他们都会拱手送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姓楚，你是我的儿子。楚辞是楚王的儿子，楚王拥唇无数，又几近掌控大夏，江慈怎么可能会放弃这种尊贵身份，陪我们一起去赌命？楚辞，只要你回到为父的怀抱，为父可以继往不咎。你身上流淌着我楚家的血，是我楚家的血脉，本就该是我楚家的世子。只要你不阻碍我成就帝业，我可以给你数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江慈，回来吧。江慈，不要！你说的确实挺有诱惑力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被人看不起。对，只要你叫我一声爹，曾经看不起你的人，你只需要一声令下，就有无数人替你碾死他们。所以，别急啊，老登，现在的我姓江，我叫江慈。小子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，可成王败寇，等你站在我这个位置，你会明白，一两个人的死根本不值一提。你目光当真如此短浅？
你我三观不合，平白无故多个爹，换你受得了？说实在，我不喜欢当，我也想试试当别人爹，实在不行，你委屈一下。姜慈心思纯澈，与楚王截然不同，又怎么会跟其同流合污？可是如今楚王实力滔天，方子真的行吗？逆子，你真当我不愿杀你？过来，跪下，我饶你不死，还能当你的太子爷。否则，别否则了，老登。您要真这么喜欢当爹，我去孤儿院帮您挑一个。今天你非要找死了！要不你试试？楚王的实力到底到达了什么程度？为什么我连反抗的心思都无法升起？楚雄，废物果然是废物，这无上的权柄你都能拒绝，天资啊！江神医，快跑！快跑！好。怎么会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连一个废物都打不过，留着你也没什么用。楚雄已经疯了，你当真连自己亲儿子都不放过？我楚家不养废物，逆子，看来今日是留不得你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一只脚踏进棺材板的人，学人家成仙。老登，你的口气跟你的年纪一样大。天下武学在一位药灵圣体面前，不够看，根本不够看。楚雄，有江神医在，休想得逞。别急，只要我抢走龙脉，今天你们一个都活不了。江听雪，你到死都不肯帮我拿下龙脉，没关系，那我就杀了你，再抢夺龙脉。如此一来，我既拥有药灵圣体，又可以吸收龙脉，我看谁还敢阻拦我？疯了，楚雄已经彻底疯了。用一位护国医正的遗骸去抢夺龙脉，一旦楚王夺下帝君之位，天下共主将会永远都是楚家。一旦我拿下帝君之位，我要你们永生永世臣服在我脚下。楚行，你出尔反尔，说好帮你拿下帝君之位，你就让我扶桑国独立，没想到你是想让永生永世囚禁我们，用自己发妻的骨灰为自己铺出一条帝王之路。楚兄，你好狠的心！我相国拒绝和你合作，我们走。想走？骆冰心，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今天我就让你眼睁睁的看着我夺走你的一切。苍穹之下，我为帝君，这就是龙脉的力量。江神医，一旦让楚雄吸取龙脉，国将不国，万劫不复。给我闭嘴！陈龙，
是真龙现世，我的帝君之名被认可了。这天下共主只能是我楚雄的。江庭轩，你看到了吗？楚雄在汲取龙脉，他炼化大夏的国运。从始至终，他要的都不是帝君之位，而是成就这天地间的不朽、不死、不灭。没错，我即是国运，我即是吉凶。楚雄，你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？逆子，等我汲取龙脉，今天我要让你和你妈一样，永生永世镇压。镇压我？凭你吗？古有九龙治水，今有九龙镇龙脉。逆子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自然是给大夏做个针灸，顺便也帮你松松筋骨。这第一针叫做还阳针，让大夏政通人和，地处安邦。这第二针名叫回春针，万物峥嵘，风调雨顺。这第三针嘛，伏龙针，巨龙觉醒，大夏当兴。看来不用6针，3针足矣。不过，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老邓，我再送你6根。到底是谁？这9根蛟龙柱，镇九国，千秋，赢我大夏，万载盛世。江庭雪，我们也该见面了。庭雪，护国圣手。恭迎圣手大人。江庭雪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江庭雪，你我母子2人一场缘分。昔日你为国续运，今日我为你续命。万谢圣人开恩。圣人，江慈既然是圣人，医之道，秉天地造化之权，掌疾病生死之柄。须知拥有一颗慈心救世之心，才能一尘不染，通宵天道。不够到底，慈心救世。江贤一到底是谁？恐怕江慈已是我们无法仰望的存在。江庭雪，你少在这里唬人！就算他是医道圣人，那也是我楚雄的儿子。只要抢走龙脉，帝君之位仍然是我的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你魔丸入体，心中只有痊愈。我镇压你在这龙脉下，永世不得超生。
那是我的位置。一切都结束了，大夏国运重回巅峰。只是我没想到姜慈竟然是医道圣人。可是我的爱情刚萌芽就没了。做人还是要有梦想的，不然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？如果没有你保护我，可能我早已经死了。江听雪，恭迎医道圣人。天下迎春，